時坦洲樓價對比舊年降咗幾多呢？邊個降得最少，又邊個降得最多呢？嗱，我哋睇數據啦。第一個中澳春城染年毛坯賣11000起，正裝係14000左右。咁而家毛坯係9999起，正裝12000出頭。毛坯平咗1000幾，正裝係2000左右一方。第二個佳景康城染年正裝賣16500左右，咁而家係14000幾就有啦，比舊年平咗2000蚊。第三個錦繡國際花城染年正裝賣9800幾一方，而家係9300幾，比染年平咗500蚊左右。第四個日進半島價格係幾乎冇變化嘅，依然係9600蚊左右一方，係降得最少嘅樓盤。第五個優越香格里染年賣11600幾一方，而家8000到9000就有得揀啦，跌咗2600蚊左右，係目前坦洲降得最多嘅熱門樓盤。而金地世紀城係13900起，羅斯新城係6800起，而且有部分樓盤仲送產權車位、家私家電、物業管理費喎。嗱，咁數據睇完啦，咁大家最關心嘅肯定就係呢啲樓盤入邊邊個最值得揀，邊個又要避雷呢？嗱，今日就揀3個係唔同區域最有代表性嘅樓盤，同大家詳細分析點評，講清適合人群同避雷嘅原因，唔好俾低價亂咗陣腳啦。第一個先講錦繡國際花城，呢個係今次跌幅最少嘅樓盤，染年精裝9800幾，而家9300幾，淨係平咗500蚊一方啫，價格最穩，但係咧就唔代表佢係大家最值得選擇嘅樓盤喎。雖然花城嘅生活配套係好成熟，又有湖景睇，仲送家私家電，但係樓盤所宣傳嘅會所同埋泳池係已經冇開好耐啦，而且物業管理非常之差，咁未來轉手咧就會比較難，考慮流動性嘅朋友就唔建議選擇啦。假如你係養老旅居嘅話咧，就可以睇睇，但係要慎重考慮。第二個佳景康城跌幅中等，舊年16500，而家14000幾，平咗2000蚊一方，係屬於值得揀，但係要揀對單位嘅樓盤。呢個樓盤靠近珠海，總共係分5期開發嘅，屬於大型社區，內部有高層同埋別墅，外部發展商配建嘅8萬方商業體同埋10萬方嘅商業街，生活配套齊全，而且交通都好便利㗎，靠近輕軌明珠站，每日仲有港澳直通巴士，全屋採用一線品牌精裝交付，使用率係超100%㗎。大部分戶型嘅設計係比較奇怪嘅，採光比較暗，加上周邊仲有工地施工同埋學校，咁噪音咧係存在一定嘅影響，所以一定要揀啱戶型同埋朝向啊。第三個優越香格里，呢個係今次跌幅最多嘅樓盤，染年賣11600幾，而家8000到9000就有得揀啦，係平咗2600蚊一方㗎。雖然呢個樓盤平唔近珠海，但係樓盤嘅地段都幾好㗎，樓下就有坦洲唯一嘅大型商業優越城。咁點解會降得咁多呢？答案其實就好簡單嘅啫，產品設計老舊，對比坦洲喐唔喐就100%嘅使用率嘅新產品，毫無競爭力。加上咧就係尾盤，發展商為咗清貨就只能以價換量啦，比較適合預算有限但係又想住大面積嘅買家。不過大面積後期轉手難度咧就會比較大，所以大家都要考慮清楚啊。咁最後，如果有朋友想了解坦洲各大樓盤詳細嘅降價情況，優缺點測評、戶型朝向應該點揀，可以留言坦洲領取我呢份分析報告啦。